港股 IPO 黑馬來襲，眼科藥王勃康視雲衝刺上市，能否填補千億賽道嘅空白呢？全球眼科藥物市場規模話，2027年將突破570億美元。勃康視雲聚焦話未滿足嘅需求，兩款核心產品 CBT01、CBT09 直擊市場空白。前者瞄準全球首款翼狀眼疾藥物，後者主打青少年近視防控，定價高達5437元每年，潛力巨大。CBT01 三期臨床預計2025年底完成，全球市場規模2023年或將達到25.29億美元。咁呢一次港股 IPO 募集6.12億港幣，富策控股、瑞海集團2880萬美元鎖單，資金將加速管線嘅推進。基石陣容豪華，估值能否撐起眼科 First in Class 呢？但公司4年虧損3.3億，帳面只剩低3490萬現金流壓力巨大。CBT01 大中華區域嘅權益已經讓到俾遠大醫藥，盈利空間受限。港股生物科技破發率高需警惕研發失敗嘅風險。短期嚟睇港股打新進簽率高或成套利機會。長期嚟睇，如果 CBT01 獲批，或將成為眼科首個重磅炸彈。想要參加港股打新，就用方的港美股 App， 最高10倍融資打新，零融資利率，搶佔港股打新紅利。